第34届金曲奖伫顶一日公布一位名单，伫台语歌部分，那有真侪有特色的这个乐团，也有真侪优秀的音乐人，有资深的，也有少年的。这台语歌的风格有传统，也有创新。台语歌的前辈金曲歌王洪英红，伊就认为讲，即马这台语歌的歌路发展甲真多元，这是一个好现象。 金曲歌王洪英红真久无发唱片，即届出新专辑《你爱听的迄首歌》，以青春做主题，嘛甲过去的歌路有淡薄无同，有加较活泼。洪英红就像即马台湾台语歌的发展共款。在这一次的专辑里面，我就有一个感动，讲要写一条歌，就是写出我甲歌迷之间的这种感情的歌。爱唱歌伊伫台语歌坛唱50档啊，会使讲是老前辈。对即届第34届金曲奖台语专辑台语歌手入围的歌手有资深的，有少年的，台语歌的风格有传统的，有创新的。洪英红感觉每一款的歌路拢真好。伫台语歌内底有各种不同的这个歌路来唱，其实是足好现象啊。因为若无人唱，就愈来愈少。最佳台语专辑奖项入围的有。 亲像伊边缘转成术入围台语专辑奖的东京新乐团，就是用古琴、贝斯来演奏，以台湾新名鬼怪传说做音乐，跳脱传统的音乐方式。搁有即个伊出一支喙入围金曲奖，真侪奖项的小大轮，甲入围最佳台语男歌手的演员陈德胜等等，拢互人看到台语歌的活力。唱歌是一个兴趣嘛，吼啊，一个兴趣，你若甲讲当做是你的一半生命安尼话吼，啊，这条路会当行足久长的。甲唱台语歌当作生命，洪英红讲，以前的台语歌有以前的开口，即摆的台语歌就较多元，不管是啥物风格、歌路，伊认为上重要就是台语的声调，一定要发好清楚，互人听有你咧唱啥，这条歌才会流行。你用心唱，人就会用心听。记者廖文曾准由台北采访报道。